你咱嘉南平原大汉的这些囡仔吼，对八天鱼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建造了一个乌山头水库跟嘉南大圳哦，让我们这些农民哦才可以取水。那这个对农业的发展是最好的。在整个农民的一个灌溉的这个水田上，它因为起造的这个乌山头水库，而受到台湾农民的一个追思啊。这乌山头水库完成呢，也就是农田水利会，互咱农民所用的。这功能呢有够好。过去是咱们水库，因来到这个乌山水库，来到放我这个卡面哦，农田的使用啊，这对功能呢有够好就对了。了解从日据时代八天鱼到这个地方来，它制造这个水库这些水菌，它的辛苦，然后它的用处。买当互咱唔捌的人呢，会当回顾讲八天鱼对咱乌山水库的贡献呢是非常的大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知道八田雨衣吗？可能我们都在历史课本上读过，知道八田雨衣技师建了乌山头水库，灌溉了嘉南平原，持续到今天。而这近100年的日子，造福了许多台湾家庭。今年是八田雨衣逝世满78周年，更是嘉南大圳开工满10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八田雨衣技师和让民众更了解乌山头水库当初兴建的辛苦，台南市政府文资处联合民间举办“饮水成金乌山头水库老照片”特展，展期只为期13天哦。欢迎民众前来参观。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文资处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处长林乔斌。我们利用旧重水口这个空间来举办这个饮水成金这个老照片展，希望透过这个之前这个嘉南水圳的一个工作空间，以及当初嘉南大圳施工过程中的一个这些老照片，来让现代的一个小朋友家长们能够知道这一段这么值得被诉说的一个故事。在那个年代，大概都是黑白的一个照片，没有彩色照片，就跟当初嘉南平原一样，它是个旱田。彩色了之后呢，画面变生动了。农田经过水的灌溉了之后呢，农作的一个收成更好了。那饮水成金就是这个意思。让黄金稻浪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在嘉南平原来重现。今年是刚刚好嘉南大圳开工100年的一个纪念，也是八田雨衣逝世78年的一个周年纪念。所以我想这个展览献给嘉南平原的市民，也代表着我们台南市政府对于八田雨衣先生这个在台湾牺牲奉献的贡献这样一个最大一个敬意。那欢迎各位朋友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过去100年前这些先民们他们如何胼手胝足辛苦的一个耕耘我们这块土地。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肺炎疫情虽然严重冲击着经济发展，不过因为台湾的防疫工作做了好，都有科技公司开10亿来台南投资拼经济。上午的动土典礼，佮特别邀请到准副总统赖清德，甲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出席，场面非常盛大。位于科工区这片土地，就是新创科技开10亿投资台南的所在地。上午该公司选择良性隔离要来动土，将建设全球第一间以废硫酸再造成为半导体级硫酸的工厂。会中佮请到准副总统赖清德、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前来开讲，场面做了真大。请动禅，第一禅，我们开立平安，动土顺利。继续，第2禅，奠基永固，工程圆满。会中董事长骄傲表示，高科技并不是高污染，而是环保加循环经济典范。毛市长为着而乐，大大解决了工业的困扰，营造了优胜环境。强邦公司是一个非常有愿景的科技公司。通常我们知道高科技很多都会造成高污染，但是高科技会把废硫酸液变成半导体等级的这个硫酸液，就可以知道它是作为循环经济的一个模范生，而且对于许多这个高科技厂商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酸洗液的这个提供者。
那我们谢谢强邦公司呢，除了投资台南之外，也投资台湾。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动台湾的经济，能够强化循环经济，而且能够推动高科技产业，这点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的。同时，准副总统赖清德嘛回到后头厝的心情，肯定该科技伫疫情期间动土，用行动证明台湾的防疫有成，要来拼经济。在疫情期间不畏艰难，也没有改变其成，如期在今天动工。这物理营是向蔡英文总统所率领的团队，包括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陈指挥官的肯定，这个也用实际的行动向防疫工程全体国人的一个礼赞。我们没有被武汉肺炎所影响我们仍然坚定我们的步伐一步一步前进该经济发展我们就经济发展未来的生活也会逐步迈向正常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今日过后，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面对媒体询问到可能专任监察院长一事，并无发表意见，只讲要赶回去开会。今日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联席审查市府各局处的电付款案，其中伫个建设委员会审议农业局由党权管理经济计划时阵，因为主席一句要求议员只针对电付款要过唔过，莫做无必要的讨论，引发议员不满。议员吕维英针对中央补助咱市109年度由党权管理经济计划，当中进行第二次的发言时，因为主席的一句希望针对电付要过唔过表达意见，莫做无必要的讨论，结果引发议员的不满，双方差一点发生严重的口角。我没有离题，我哪有讲了？我头问到一半，我问到安平尔。我搁甲你讲了。6区内底我占2区呢。这你若是有问题，你若6区，你5区，你要问，你到后日你有时间，你50分，你要。我为什么我袂当伫电付款？无你按照技术规，你按照技术规则，请问倒一条，我袂使继续问我的第3轮。来，甲你审电付款案尔啦，我无要互你搁大讲遐啦，你讲遐济，你有啥物问题，你到后日。我嘛是咧问电付款啊。请问我头我讲的2轮。你若无爱，你就甲讲，我都无爱，无。我要问好清楚，我要问好清楚啊！我想要问好清楚啊！为什么我袂当问？针对有党权的管理，因为动保处进前曾经伫个6个区选择12个里试办流浪狗的示范区，不过因为保育人士的饲养，甲不时传出流浪狗虐人的事件，嘛有袂少的议员关心。很多爱心人士，他们在做所谓喂食的动作的时候，他们的发心是很良善的，可是呢，他们所在的位置跟周遭可能有一些还没有达到一个好的一个协调一个共识，又变成说，一个善举，一个善念，影响到也许成为别人有一些负担。我觉得你的所谓的乐趣不应该只局限于这个单一的这个主席礼的一个部分那我想，如果你只局限于单一的主席礼，那我会觉得我过去这几年来跟你这个很妥善的沟通相当的没有意义了所以我希望这个处长应该要把这些理念纳入。针对议员的关心，动保处长吴明斌嘛表示，流浪狗示范区的试办，动保处会来做滚动式的检讨加改善。至于保育人士的饲养，因嘛会来加强宣导。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伫保安委员会由交通局所提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提升计划，甲补助市区客车客运营运补贴。虽然两项费用拢是中央补助，金额高达1亿2000多万，不过针对观光巴士甲市区公车营运的亏损，也是有袂少议员有意见。伫市区汽车客运业营运的亏损补贴，包括基友路线甲公路局二部的路线，中央总共补助1亿2000多万，其中包括双程的观光巴士。不过，伫个南部炎热的天气，这位议员认为台南并无适合来坐这种双层巴士，迪士尼亏损，
虽然前2档的亏损是由业者来自负，中央只补助当初的购车成本，不过后续的亏损补贴，贸易员真无认同。不会说譬如说为什么公车亏钱啊，我们就不应该补公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今天我刚才的问题指的是那个观光双层巴士，它不是我们一般台南市民上下班生活中学生、老人家需要的长辈会搭的，不是。所以我觉得观光巴士的精神又跟我们一般的公共运输不一样，所以这边才会特别的提醒说，如果这个一直在撩急，就是它就是真的怎么样都赚不了钱。我们推观光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要赚钱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东西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补助？我会有很大疑虑。你的补助的对象相当就是比较广一点，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局长你在动支这个预算里面，我也希望说你真的能够实际上对每一个角落应该补助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就有些地方就是蛮辛苦的，那疫情关系可能会更加的雪上加霜。双层巴士，今仔电路案我有意见，原因就是讲，你要给我先提供资料，双层巴士佮存在有必要无？啊，你开始要补贴吧嘛吼，对不对？这个案内底有要补贴吧？今年开始是。对啊，你唔拿了钱啊，你问你唔拿了钱啊，开始就要往议会电路动用，安尼事先就我感觉无理。会中虽然有议员反对，不过嘛有议员认为推动大众运输就算了钱嘛要继续办落去。除了要求交通局针对路线甲班次的规划做调整，原则上议会同意垫付，不过嘛有附带决议。同时，还有议员蔡玉辉甲林议员保留大会发言权，相信未来送到大会还是有袂少的讨论空间。台南新闻英根采访报道。全台流量上大的盗版影视视网站风铃网遭受查封，也互合法的平台甲用户出现成长。有线电视业者嘛，趁机会提供更加侪优惠甲服务来吸引收视户。同时，真侪串流影音平台 OTT 嘛出现，也互消费者有更加侪优质的选择。盗版影音平台风铃网被抄，消息一出，全台的盗版影音网站纷纷观战避风头，让正版影视产业终于看到了迟来的曙光。再加上新冠疫情带动宅经济发烧，业绩纷纷上涨，许多的优惠方案也纷纷出笼。对这个收视影片有需求的客户呢，我们也提供短期的每一个月呢有100块的这个看片金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案，还有宽频的这个短期承租的方案，那也是希望提供消费者更多的这个选择哈。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现在只能选择合法的收视平台。而家中安装有线电视的民众，当然还是以既有的有线电视业者提供的价值服务作为首选。毕竟除了方便之外，在大荧幕的电视收看影音，相较于手机绝对是种享受。而整合越来越多内容和功能的机上盒，更是无法取代。在整个我们机上盒所提供的这个功能呢，其实是非常多元的哈。那也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整合了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是在手机上所呈现的整个 APP 的服务呢，都呈现在我们这个9宫格这里面哈。面对线上影音平台 OTT 来势汹汹，有线电视业者也有应对之道。以中嘉集团为例，除了以优惠价格吸引民众之外，每月上档多部全新影片，像是一镜到底的战争片1917、小劳勃道尼饰演的杜立德等热门影片，一天不到7块钱就可以看饱饱。而且相较于线上影音平台受限于频宽，有线电视则是保障高画质，上网收视两无碍。频宽毕竟是一个有限所以难免在整个 OTT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你来收视的时候针对一些高画质的还是这方面有一些限制哈。最大的这个利基呢，有线电视所提供的这个类型所谓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频道内容的类型是非常多元的。除了拼内容、拼价格，也拼功能。现有的机上盒未来也将会整合 Android 系统，让收视户看电视就像使用手机一样便利。面对盗版网站崩盘产生的强烈影音需求 ，OTT 有线业者异军突起，既竞争又合作。对于民众来说，不是个福音，因为有更多的优质选择，也让业者开发新功能，互盟其利，创造多赢局面。记者高雄综合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了让15岁到18岁无继续读册、嘛无就业的青少年，会当学到一技之长，台南市教育甲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除了举办美容、汽车修护等等学习课程以外，配合5日节嘛特别安排学员来学拔肉粽。这群青少年伫协会理事长甲志刚的指导，对一开始的粽叶处理、炒料以及上关键的白粽，拢专程学习。虽然因对学校的功课较无兴趣，平时连家事拢无咧做，更莫讲白粽煮食，所以这款的初体验就是满满的成就感。之前都有看过家人在包啊，然后现在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包啊，然后下次如果没有工作还是怎样，可以包肉粽出去卖。类似这款包粽的技能，就是台南市教育甲儿少发展协会长期向中央、向教育局所争取经费来补助办理的教育课程，也是希望借机会发掘因的兴趣方向甲未来，为帮因开发一技之长。这个探索班的计划它是帮忙一些15到18岁的青少年，他们有些对课业没有兴趣，那我们就朝向职能发展或是就学就业来帮忙他们。那很多孩子在家里可能就是比较少做工作，少做家事。那来到这边，他们改变了，尤其看到家长都哇，他怎么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了。我们有一个生涯规划课程，让他们知道他们未来的目标在哪里。所以很多借由这个课程，包括我们职能探索、职能教育，包括还有职能体验。像我们常常在讲，给他一次不如教他学钓鱼，但是我们给他一次又教他学钓鱼。迎接5日节应景学包粽，除了找出路，嘛希望祝福参加会考的学员拢考调好成绩。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伫10当前就先启用的新华演艺厅，因为空间有限，阻碍发展，所以文化局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来进行整建，7号正式动工，预计明年1月份会当完工。伫市场委贴文化局长叶哲山甲在这平台见证，大家用推啊弄壁方式，向前新华演艺厅的整建工程正式开工。虽然该演艺厅只有10档，不过看起来加做老旧，加上舞台空间设计不足，使用上一直受限制。所以这摆文化局伫争取前瞻计划2250万的经费，要来解决问题。早期这个所在就是咱的新华活动中心，大概是20当前开始拆掉要重建，重建的时阵就是要做活动中心，但是辗转到尾讲起好了讲要做演艺厅，其实活动中心参演艺厅其实是完全无同款的建筑内底搭设施。所以市长就任了后，感觉讲哇，这个演艺厅伊的设备等等拢无足充足，所以咱就开始中央争取经费，希望讲来做一个整建安尼就对。所以去年以市长的支持之下，咱中央争取前瞻计划有得到1125万的经费，中央的补助款。不过因为安尼是绝对是无够的，所以市长非常重视，包括议会议员大家支持，所以我们编了1:1的市预算，是咱市政府就要摕1125万出来做搭配，所以总共是2250万的工程费，
来做这届的这个整建计划了吼。会中市长伫隆重的祭拜祈福仪式过后，嘛希望整建以后符合艺文舞台特色，带动山线区域的艺文发展。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演艺厅经过优化之后，这个原先的几个问题都能够获得解决。咱大家当提供给我们台南市的这个管乐重镇新化区从国小到国中，一直到我们台南市管乐团的各位老师，都有一个好的一个练习跟展演的场地。那除了管乐之外呢，其实演艺厅还担负了很多这个艺文活动这个展演所以说要符合各个艺文活动所需要的各个舞台跟这个环境的特色，其实坦白讲不容易但是我们尽力而做，在有限的资源来做更大的使用。开工仪式过后，工期大约8个多月，预估2021年1月份完工。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受到肺炎疫情冲击的各行各业，台南市政府陆续推出培训转型的课程，其中客程车稳健的相关教育培训，嘛率先全国实施开办。带住客车驾驶员职业工会成员，一听到市长吴永泰要来关心，尤其准备好的布条学了充电培训计划上赞。虽然这群稳健受到疫情的冲击，生理大受影响。除了申请纾困金加减渡难关，为了提供疫情过后更较好的服务，嘛接受交通局向中央体院争取的相关培训课程补助。市长表示，客运车稳健的相关培训已经是早伫全国头前，率先协准执行。咱政府都有认真咧做这个防疫的工作，咱就配合这个防疫的物件。但是对咱生理、对咱的生活产生了冲击咩安怎？尽快互咱纾困金，这点我想咱一定爱这是政府应该为百姓服务的。第二，像这种的培训课程，希望讲毋是摕纾困金伫厝诶休困啊尔，毋是，希望讲借这个课程会当，互咱未来疫情过去了后，会当互咱的人客提供更较好的服务。这点是非常感谢咱工会以及各位同仁来安排遮好的课程，来为咱的驾驶朋友来服务，我想未来市政府嘛一定和大家徛做伙。随后，市长嘛赶到另外一场由客运车驾驶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运输服务多元再造所举办的培训课程，会中再次向50名参与的稳健朋友加油打气，希望因除了交通局的课程，了后当参加观光旅局所举办日语、英语等语言的培训，提升服务的品质加竞争力。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